聽講西洋菜煲陳腎，90%嘅便秘問題都可以調理好，究竟係咪咁神奇呢？我哋嚟聽下湛江嘅鄭師傅講解下。西洋菜煲陳腎，90%嘅便秘問題都可以調理好，究竟係咪咁神奇呢？有便秘必須少食3樣嘢，你食得越多，便秘就越犀利噶啦。嗰啲話便秘問題冇食醫，自然就會好，全部都係呃人噶。便秘之所以會有，係因為腸道冇夠力，冇辦法將大便排出去。9成9嘅便秘都冇需要過度去治療嘅。今日我分享個方法俾你，既簡單方便又實用有效，而且成本先至幾蚊雞，人人都用得起噶。無論你有冇便秘呢個問題，呢個視頻咧一定要認真睇完。呢個係有便秘人都喺度揾嘅好方法嚟嘅，錯過今次嘅話，下次就好難再遇到噶啦。好多人長期都有便秘嘅問題，搞到日日肚脹冇舒服，放屁又多又臭，面色蠟黃冇乾燥，面上出現斑斑點點。便秘咧係一次輕兩次重，長期拖落去咧就會出大問題噶啦。嚴重嘅話，甚至會直接影響壽命噶。有啲人去食香蕉，又飲酸奶，甚至用開塞露，但係便秘咧依然係反反复复。其實呢啲方法咧係一次性嘅，係治標唔治本噶，整得你一時係整唔到一世噶。好多人都覺得奇怪啦，自己經常飲水，又好注意飲食，點解仲會有便秘呢個問題呢？今日我就明白話你知啊，便秘嘅根本原因係你冇及時注意上面嘅情況，一拖再拖整出嚟噶，導致你個腸道冇通，毒素垃圾一直堆積身體入邊，時間一長咧，各種各樣毛病就揾上門噶啦。所以話大家咧千祈唔好簡單咁認為淨係食得食藥，用啲開塞露咧就可以解決便秘嘅。呢啲方法都只係一個暫時緩解嘅手段啊，冇辦法從根源上邊去改善呢個便秘嘅問題嘅。嗰啲同你話有辦法可以快速通便又可以斷尾噶，全部都係智商稅嚟噶。今日我分享呢個方法俾你，係我哋當地一位做咗50年嘅老中醫教俾我嘅，佢幫人調理便秘咧好多年噶啦，從來冇人俾過差評啊。好多人調理好之後咧，都翻轉頭去多謝佢啊。咁無論係便秘引發嘅肚脹氣、屙屁又多又臭、面上生斑，無論係20、30、40、50定係7老80，無論你便秘係2年、5年，甚至係10年、8年間，用呢個方法，你連續幾日就見效噶啦。你堅持用一段時間咧，就可以將你個便秘問題改善得明明白白。方法好簡單嘅，你就可以準備火萬仁、桑葚、大麥、荷葉、甘草、紅玫瑰、山楂、粟米鬚、決明子、萊菔子、牛蒡根、菊花，將呢幾樣草本搭配埋一齊，3壺水煲成2碗，直接飲就得噶啦。佢就係鼎鼎大名嘅火萬仁通暢茶啦，亦都係所有便秘人都喺度揾嘅便秘克星啊！佢比黃金仲要值錢嘅。情況嚴重嘅咧，你就一日煲一次；唔係好嚴重嘅話，就2、3日一次。第二起身你就做好去時刻爆食嘅準備啦。你堅持飲落去，你以後再都唔使擔心嗰啲便秘嘅問題噶啦。如果唔識得搭配又唔知道比例，就可以買我呢種免煮茶包。佢入邊咧每包都係按照科學比例搭配好嘅，真材實料嘅保證啊，係獨立包裝嚟嘅。一包入邊咧有30個小包啊，每次你就拎一包出嚟，滾水沖5分鐘就可以飲噶啦，簡單又方便嘅。咁有需要嘅朋友咧，可以直接點擊我視頻左下角呢個鏈接去落單啦。我同商家咧申請專屬優惠價俾大家噶啦，名額冇得幾多。你買翻去之後咧，就堅持去飲。你堅持飲一段時間之後咧，你就知道一日屙一次屎係咩感覺噶啦。咁如果冇好晒效果冇明顯嘅話，可以直接將錢退翻俾你嘅產品，可以直接留低，完全冇後顧之憂噶。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。